为山，为水，为玲珑。欢迎节目主持人冯恰恰。 你都要写字，唔能切掉，我看者嘿。是老师的需要。是嘛？哎，我其实比较帅。我也想丢了。感谢咱全球华人朋友来收看咱上高气质的电视台公共电视台相关好看节目，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我是大家的好厝边蹦恰恰我本人。咱的第一份专家陈安祖老师。 为山为水为玲珑，翠水真好，人学乐。大家好，我是安祖老师，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是，老师讲到这个。 算关键的字啦，翠水真好，翠水真好。你莫佮讲你自细啊，喏。你是咧为啥啊？安祖老师啊。好行啊！哎，淡薄仔行哎。那真厉害啊！那不是头毛，那是无啊。无啊。我是头咧为生为你的成功有上大快乐，喂。你算有天分的。哎，你会使甲咱全部讲话无啊？哦，我冇对。林刚。你好。你好，方哥。嘿。来，专程用台语自我介绍，请了。 我是呢，人讲足够水，本人是有够的水小。今日节目到这为止。小囡仔，小囡仔，我想足久的呢，妈呢。现在。嘿啦，我本人是淡薄仔水安尼啦。哎，今日足欢喜啦，因为我虽然是台中人啊，毋过平常时阵真正是无啥物机会讲台语。今日足欢喜，会使来遮甲碰过学淡薄仔台语安尼。哦，毋是教我有尔，对面佫一尊哩啊。对，一尊哩啊，老先生哩啊。是。啊，你的名你无报着。小优啦。小优是你的艺名嘛？有艺名。本名叫做。哦，本名。 你本名方便讲无？方便讲。会使。有个人无爱讲讲啊。因为我的本名就姓查甫安尼啦。哦。你像白冰冰的本名叫白月娥，伊就不使用讲。哎，你去讲讲，你讲两来啊。月娥啊，有无？哦。是你本名叫做。我本名蒙奇啊。哎，蒙奇啊。无啦，我本名叫做尤静怡。啊？尤静怡。静族的静。我。 静走的迄个静，静族，你若要静走迄个静，啊，第三字是？宜是宜兰的宜，宜啊，头到宜，头到宜，宜啊，最近你无用啥？哦，我有主持一个迄个升电动的迄节目啦。我无做。嘿，所以逐工咱要升无共款迄电动，大家介绍安尼，因为即摆人拢就介意台碟厝内诶，台碟厝内，店里出来哦，台地出来，店里出来，都没开坏，都没修啦，台了啦，超喜欢看他们的啦，卖台，台碟厝。我厝外做夸哦。哎，后壁远啊。就这店碟厝内底啦，所以讲。 宅真都是讲大家拢安尼店子出来，个耍迄电动较济啦。哦，即摆迄华语宅男宅女宅在家里。少年人拢爱耍电动安尼，这部是介绍迄电动。哎，无简单的，迄叫我去我袂晓。你嘛来试看卖啊！我去试看卖。试看卖。哦，你看恁做恐怖的，直接带咧厝内，直接叫人去试看卖。我你顶边毋是有生过迄狼人杀？哦，你嘛会晓？哇塞！迄观众下骹啦，迄写讲哦，我搞咧安怎？其实我用演的，我用演的。真的吗？我就是要演的。你嘛去见一个啊，见一个，见一个啊！来阮节目来见一个啊！我较想要毋知迄边啊什么。啊，毋过算个袂歹安尼就对。对啦，安尼即摆有工作做都是幸福。对，都是幸福。对，啊用替观众服务。对，带迄欢乐互大家安尼。毋是带的烦恼，上烦恼带互大家。你烦恼要带迄倒，带倒佚佗。你毋免啦吼，你家己就 OK 啊。来，我自我介绍者，我就是吼，嘿，
袂当袂使华人拢会叫袂兄，袂当讲叫袂兄，叫袂兄是你光棺材叫做叫袂兄。啊，这我解释者，佮当咱台南讲迄个光团瓜茶叫台南阿兄。阿兄，阿兄，阿兄，所以你唔通叫伊叫袂兄，而且继续。哟，叫袂兄啦，啊，就啥物物，啥物物件拢卖。人讲哦，卖物件无功夫，无师傅，假拼假俗就绝对袂有。啊，较早拢伫夜市咧卖物件，啊，即马无伫夜市，啊，即马拢做直播。我目前个人啊，8千几人啊。哦，一摆吼，一摆咧变成几人？我真济呢。同时间伫线顶的人才8千几人。甲你买7000就错动啊，对。啊，你啊无啦，嘛无阮一个人买啦，真济人是拢啊看咱咧营销话安尼尔。但是要安怎看人买物，要叫人买物件是功夫啦。对。哎呀，啊，第一，咱物件爱俗嘛；第二，爱会晓介绍。对。啊，过来就是，哎啊，看变哪骗。喂，毋是啦。一个啊，半卖半骗嘛，卖物件就是安尼啊。这本来就安尼嘛，这是互相心甘情愿的物件。我有买过呢，有的人是你甲买过哦？你买过？你有买过？除臭剂一件12罐。啊，你买除臭剂？哦，你讲我。去，我用送的呢。你是我分享的送啊。伊讲的迄个厉害，董哥你知无？董志成啊，伊若无这个除臭剂卡剁掉的，我无爱卖。喂，你是倒位人，咱台语较好些。诶，我嘛袂当，我嘛毋知我倒位人，因为我台南出世的，啊，我捌住过高雄，全省我拢住透透，但是我甲8岁时才搬去台中，甲30岁关出来了才去台北。关出来。嘿对，我较早10几岁啊，一直到30岁这段中，这段期间啊，袂讲讲中间啦，这段期间只有10几年的时间，我拢出入入吧，伫咧家内底出入。啊，若无就是走路，我高雄，我是走路住伫高雄的，系啊。你这么是咧讲笑还是讲真？我讲正经的啊。我甲这所有的故事，45年来的故事拢写伫这本册内底。哇！报道又袂高。即马排行第一名。第一名，册店要买第一名。无啦，咱我第2名啦。啊，我第2名，啊，伊无第1名。啊，较合理的，喂。所以是这记录你的人生的过程。对啊，就是内底哦，我较早是安那变歹的，因为我伫学校读书时去互欺负嘛，去互收保护费，啊了开始反抗，啊变歹，啊开始学歹了，出入监狱，啊尾啊转来了后，转来社会了后，一寡改变，才开始做夜市啊。其实真侪人拢毋知影我是，真侪人拢当作我是囡仔就开始做这道的，但是我无，我30几岁才开始学的。是哦。而且我嘛是无人教我教。无人甲我教，我家己学。我就四界去看人卖物件，用手机共录音，目睭看人安怎操作，啊，等下了才豆豆学安尼。拍破。厉害！这特别鼓励者，因为人吼其实唔惊失败啦吼，是惊讲伫咧失败了拍落去爬袂起来。那肯要安尼认真拍拼，唔管你30几岁开始学，你看即马出头天哦，报道叫袂过一高呢，你唔人家是一高。系啊，来。一地买了，一地100开始。听好，人来讲哦，来，有山便有水，有人有神就有鬼。水若无叮当叫做死水，人若无叮当叫做死人。这样物件你若无买，你就歹运啦。来讲哦，时来运转啦吼，来，这地吼你看者乌乌啦，这边白白，这边空空，这边无上。这你创啥你敢知？领导吼，我咧讲。厝内底真侪有教囡仔的无？咱拄仔厝内底有囡仔的无？啥个物件吼，四界画壁嘛，画啦，迄啦画山画水画甲规个壁太高贵吼来，这个甲啥嘞吼来？我甲你讲，啥嘞吼？凡走过不留下痕迹。哎呦，你若讲哦，领导啊，妈妈、小姐、太太吼来，洗不掉、擦不掉，整间房子拿去卖掉，唔免啦，这间厝这介简单吼来，你吼啦画甲规个厝内底拢是，这个吼啥嘞？轻轻啊，甲回一个。哎呦，凡走过不留下痕迹哦。那你讲叫那个板擦啦，我来讲这个黑白擦，叫做乌白漆啦。哇！什么物件，不管是乌是白，全部拢会当是叫做乌白漆，感谢。哦。讲甲这想要甲你买。外口卖偌济，莫讲1000就900、800、算700开600、500伤贵，400歹听，300歹食，到200无够少。偌济。莫讲外口卖100，今仔日卖你100，都是土家记载你人家发来买啊！要的线上加1块钱，要不要？这个先要卖1块，因为这不是我的吼，来谢谢。好白。哇！老师，台湾叫卖文化为倒位开始的这个物件？
这我无啥研究，不过我细汉时阵看人咧卖迄个内裤的，迄外高安尼，真正的没内裤，没卖内裤的，哎呦红果白三角裤，哎呦省钱过省布，穿了过当做倒布，哇，亲像安尼吼，讲以前吼，咱去看人个夜市，哦，迄真正喙是做好诶，对哦不过即马豆豆拢失传啊，迄个花林拢未十岁，无共的，无共。无啥共。花莲拢袂十岁，拢较一寡就尖线咯，迄种较无遐物济。毋过咧夜市啊吼，因为卖的物件吼要求济，所以变做百百种嘿，足侪物件伊也有法度去形容啊。是啊，好，所以今仔咱要考今仔台语，爱考较深少。哎呦，哇我多，真的是受到这个报道叫袂可以用。我都是因为已经年会到啊，所以我都会。咱大家都考医就好啊。无啊，哎呦，过去哦，过去拢是讲吼，啊，我讲啥你应啥。哎今仔伊要来考真简单。我讲遐个算成语啊，迄算成语。我讲出来了，你甲写起来，好，看要安怎写，写起来了顺煞解水，迄什么意思？哎呦，哇，哎呦，三角六经。哦，来，免个改啊吼。好来，来，帮啊，请掀过来。三角六，咱对这边看起哈，这边啱啱写的是三角六经，经甲头的经嘛哈。来，主音写的是三角六经厝六经。他在被处吗？你写这啥我看无？三角六斤，迄是食吧？你是这样物件，迄是食，加，食物件食啦，哎，加这是食物件食啦。你这人咧这个三只六蒜，啊，毋过我毋是讲紧物件，有的时阵讲紧物件。唔要紧，迄等来解说。哦，我是要听个五经呢，无个六经去。都市变经啊！好，三角六经，三角六支，鸡，六支。那有迄六支的啊，变音吗？来，基什么啦？鸡呢？做句兼解说。这个人行路三角六经，像个路麻。为面故事这四字。诶，我想象感觉像迄个卖厝安尼，有三个角，啊有六间厝。你拄着用哎对对对这个人行路，啥物三角六对经？对对。来，你行看嘛三。角六间。你哦，我头拄想的，仔讲的。你想的迄是什么形？就是。哎呦，哎，安尼。罗马都对啊。对对，路麻嘛。这应该是大道去散步。不是啦，大刀我有经验，大刀是安尼。哦，伊有伊会哎，啊。来，进来啦，插一个啦。啊，有心啊就对啦。你是叫我来，一个查某人随便对一个查甫人讲来插者，喂，喂，哎呦，小姐，我感觉我有听过这句啦。啊，毋过这意思应该是讲，哦，今日我巴肚足枵的，安尼三角六斤，有六斤，六斤的你餐厅食饭的店名啦。你讲有300外斤较紧，安尼去选迄餐厅，安尼啊，就伫遐哦，餐厅有300外斤啊，要食啥物？啊，三角六斤。所以你即摆做招主人要食物件，你安那个对对对，我烧？讲啊，食今日足巴肚枵的啦，啊，你嘛知影一工吼要食三顿就对啊。啊，对对对对对三角六斤，啊，有六斤要练嘛，安尼。哦，就这迄六斤来斤三顿安尼。嘿啦，食物件的时阵会用的。我要甲你行咧，食300外斤啊！你的解说输我。你意思讲一工爱食三顿，食三顿啊。你六间餐厅进就对。三顿，啊，你一顿食2斤啦，啊，明仔载再食另外3斤啊。一顿食2斤，刚食经啊，三顿6斤啊。恁兜附近咸定六间尔对。六斤，啊，你减三斤安尼啦。三角六间，三角六间你做一个，你用一个豆腐，我听看觅。像迄叫卖哥安尼，就是对头做甲暗啦，啊，搁爱顾厝内啊，真正是爱有三角六经，哎较有迄个材调。哎，你这个意思，敢若是伊像有金架头的意思。嘿，我是安尼摇的啦，我嘛无做清楚的。来，这六支的，咱无一定爱读伊是讲到30块买6支啦。嘿啦，你是枪牌你啦，枪牌三角六支，不是，一支三角，买六支是箍配。哎，听我解释，台语吼有7音8韵9变调，哎呦，对无？啊，哎呦这个变调啊，读经
我即摆讲爱改，以后爱改吼。我要用一个道具来听讲啊。叫卖哥功夫真熬，三角六经。你是咪在搞我抄啊？那有我老甲你抄，无搞我抄吗？无无无，开始因为意思是讲吼，伊有发角，有三支角，足厉害，哎呦伊有六支手， lucky 手，诶，对啊，哎，就搞的意思那是啦。因两支动作6支用，对哎呦啊，你都六支哎呦，哎，像诶，你速度紧嘛，所以6支手用。这个意思啊，还有发角啊，来，你的三角6支，经啊！但是我唔知影讲这爱搁到后壁，搁去改水，搁甲这有关系。当然啦，三角六经哦，这人行路三角六经啊，对，行我的意思。甲艺术共款嘛。共款的意思。现在是这个经，因为我找无我答。是喂人的意思。因为咱台语你用的字，甲咱国语用的字无啥共啊，对吧？咱去找无迄个字经来。三经跟四生人的经，意思对不对？暗时啊意思无啦。啦，暗时那是啊，哦，是按时按的嘿，意思哦迄五经啊。啊是啊，一日要食暗2支经6经就对啦。对啦，就按等啊。来，老师，因为咱台语习惯成拢三拢代表多数，所以代表咱去庙里行香的时拢爱几张香， 3张。三张，所以三角六经是安尼啦。对啊。哦，对。所以变做你看你歪咧，行路时吼，七个囡仔咧行路歪我歪，也我也。注意迄是有心的。同手同脚。哎，有时安三角六经安尼吼，一边关一边加哦，同手同脚。我做老师。老师你讲都怪我。你要跟他大声啊！所以正确的意思是咧讲，迄七条囡仔行路吼，拢甲结一个骨髓安尼，酸酸安尼。所以这是一个酷死的意思。对。谁意思？不过迄里吼，咱甲补充一个，这里吼，这里是华语叫做虾，不过这个人这样用到的虾一口茶，哦，所以这应该是用咱食物的时咱嘛用这，嘿，对对对。哦，对，爱用这。哦，好，咱了解意思了吼。了解。好来，帮我先坑咧因为。主事嘛，所以是增加啊。所有人，三角六经。所有人麻烦来这集合者。好哎，呦，要预备3角6经一步哎，我老师行。走。起人创子。哎，我刚刚咱做成阴思路诶，阴思路。来，请回，请回。喂，来，请呼调，这做的是第一条，哎呀，就难没呢给。我第二条。第2条。单单一个好不好？要修哦。坦白讲，连我嘛袂晓写。哎呦，啊，你袂晓，安尼不要笑，我袂晓，安尼咱直接出第3条好不好？连你拢袂晓。卖第2条啦，咱第3但是条。这条若学的，嘿，真正哇以后就好食困。哎呦，只要你教你的事实，安那，哎呦听有无？好来，已经有讲到提示啊。提示啊。第2条叫做孤陋必守，哈，好，较大声的。孤陋必守。停！来，必收起来。哦，就喂，必收起来。来，帮啊掀过来。因朋友。孤陋他朋友朋友。伊必是伊的朋友啊。是啊。我片面讲，大家看无这个我是鳖，吼是像鳖，就是古的朋友。必宝贝。嘿嘿嘿嘿。你这什么动物我哪看无？应该是鱼啊鱼啦，我甲伊想过糖，歹势。但有这个字，我并过来，我就想讲伊写唔对，伊是鱼啊的鱼啦，我先看一下哈应。该是鱼。这无什么问题吼，孤陋必守啊。伊这个意思，必熟。好，你们再拍成，再拍成。我都，哎对，孤陋必必是慢会当会慢读，当改无？无啥改啊。来，看下来。孤嘞，孤嘞，我红梨咧，菇咧，喂，喂，迄是啥物啊？中的是啥？萝卜。你搞错吧？菇啊，鹿啊，鹿啊，鹿，比无尾，比蛇。啊，我等下，比的手是什么是安尼？做一个道具，顺便解说者。骨鹿必蛇应该就是讲动物之间拢是好朋友，应该是安尼啦吼。对，你讲人叫人讲人来，放请我会道具，使讲较足有道理的。请讲。你知影吼，阮人吼有时阵的迄运势较歹的时阵，是我会去算命。哎，是有一款算命啥子，摕迄卜卦，卜卦。对八卦，伊会摕迄龟吼内底有迄是啥？
五地钱啊，五地钱放内底安尼。哎呦，今麦你是要问啥？你要问你要什么时阵结婚吗？啊，你要问什么你外人来哦，你话讲人你啊，们问啥？就是讲你要问的题时阵，伊就摕迄个句出来。啊，笔数就是讲吼，伊路笔。落笔啊，写你迄文是安怎？哦，对对，所以你若命途无好，你去孤路必守的哦。你就是孤路必数，哦你就知影你以后的路是安怎。哎呦，来，叫你啊，请倒古，并且解说。啊，这个少年人哦，规工用用哦，啊，拢专做一寡久了必熟的代志。哎呦，哎所以你感觉伊是旧的路，古老啊，笔伫创。哎呦，熟啊，熟，我迄个想无迄个字啦。我今日我就甲你解这字就好啊。你意思是讲旧的路必守过，原来必须。你是惊我来过啦，莫生气，莫生气。原来必须用手的，我哪唔知。老师，麻烦你写下正确旧路必守。古普通写也会去讲落，这种代志多啊少。什么意思？古啦，古用伊的喙去去落物件，找物件来食。啊，甲鹅会去落，对，啊，笔敢会，古敢会，袂袂。结果你要做古叫古去落物件，啊，对你壁后壁豆豆啊扫，豆豆啊扫，笔咧行路安那？就紧的。真慢啊！恁兜的笔行路足紧，吓死啦！你是慢慢啊。嘿，拢慢慢啊用，配这种做一寡奇奇怪怪的代志。哎呦，华语叫光怪陆离。讲过对，因为是这意思哦。久袂落啦，嘿，笔袂用手的啦，所以做一寡奇奇怪怪的代志，所以叫旧路必守。这条你这个人嘛，妈安尼做一寡旧路必守，我都莫做，安尼对哦，这意思。对，我都无感谢做。好了，谢谢老师。好，来，甲继续说来去俗语讲了好。哎，李长啊，嗯，阮这久吼，无来这夜车顺顺看看。小段小段，嘿啊你叫我你电话你想啊？哦，我是你的助理啊。九令，你是我九令，九令，我是你的王力宏。九令呐我，是你的特助啊，就是伫你的身躯内底做代志。你个辛苦来见出来，这个，喂，你安尼我足危险的，我伫你的身躯替你做代志啦，特助，得做啦，对啦，是毋是我身躯内底，是我身躯边，好无？对啦，因为吼，迄选举吼都要到啊啦，是选举啊选举选举嘛要到啊啦。是要选举也要选举啦。你介意倒一个？选举好啊，选举好啦好啦，嘿啊，因为迄个选举要到啦，阮来个高官一个，安尼拍一个招呼，来安怎？高官一个啊，高官呐，高官一个我啊，官就要高因哦。我选你，你就要官官哦。高官一个，安尼吼，讲袂定，阮就会股票当选。股票啦，毋是股票啦股票当选。今日讲完，我来当中我随在你。不，这讲的，这个夜市啊，是咱这里的大票仓。都是讲的。放心嘛，大家，哎呦，嘿，我这是咧卖啥呢？来，你若感觉平常时行路怪怪咧，你若感觉你内底有别人咧，吼，有人住伫你内底咧，买等于吼，小小的那个无代志啊咧，吼，歹势，莫甲我动吼，哦我咧做生意叫头啊。伫遮啦，嘿。来，咱是来抽奖啦！来，咱来抽这1万块的银纸啦，好来抽1万块啊！抽出来，咱讲了的讲潘啊先生，啊，就是你抽到来，来包过。啊，就抽到啊，抽到啊，抽到一万包起来。吼，啊，抽到这银纸吼，阮哥送你3炷香吼，啊，你叫做三张香啦。 3张香，啊，平安红湖，嘿，佮送你一个壶啊，对。啊，这吼现场吼，我有画过，啊，会送到恁遐吼，你个要来领吼，来，恭喜，什么？慢聊。你问讲这金纸有防火无？林老师，你问我有防火无？金纸要烧的，你问我有防火无？你要归去，你个三等于大好啊！来，五路财神，刷来五路财神，五路，歹势，我咧做生意吼，歹势。哦，慢嘿快五路财神吼，这组等于烧5条路，烧了你阁有钱咯。啥物？你问我烧袂完，介这冰冰箱烧你流水流，吼，来，袂爽袂啊啦！真正是
头家啊，哎，我看你安尼吼，规面安尼红硬安尼讲安尼，你袂甲佢要中风，有要紧无啦？我跟你讲，无习惯啦，我讲习惯啦。哦，我即个卖这吼，因为无啥人咧卖银纸嘛吼。哦，我读个地赛，问一大堆奇奇怪怪问题啦，问讲这金纸敢会使防火啦？今朝都要火，要那红火啦。啊，佮问我讲这烧袂了，敢明明伤过，敢烧出来烧啊？哦，奇怪，加油啦！谢谢啦，谢谢啦，李长，谢谢啦。白大啊，款。来，李长啊，秘书啊，来，食豆奶啊，食豆奶啊！哦，我甲你讲，我这豆奶很卖哦，哦，拢是你咧卖啥？豆奶啊，我卖豆奶的啊。你举出来无？啊，安怎？我卖豆奶有啥物问题？你这个体价卖豆奶，讲讲卖两工，要休5工哦。卖啦，我咧练的啦。你卖豆奶的体价啊，那边顶下两只鸟鼠哦。有啦，喂，这鸟只是用毒的啦。有鸟鼠啊，有嘛有。无啦，我9箍啦，嘿啦。刚才卖豆奶是米闹搞，豆奶、米奶、油炸粿。零零茶。对啊，小啊拄落有无？结落，好，大家。好食。热天到仙草冰、水果冰、八宝冰。好哦，啊，无我试袂上，我甲送去办公室，互你食看卖。好啊，好，感谢。感谢哦，好，谢谢。这张。嘿，大家来看卖啊！来，听着我声音的邀请，三步做两步行，两步来到咱这个哇大门口来，今仔要看的着俗的着来，第一样物件来，这粒注意甲看，详细甲听，开关甲试落，七彩金光，七彩光芒。我先讲的，这粒毋是跳蛋哦，你唔通乌白来哦，指落送便宜哦，好来，这粒甲摕来好来，恁兜若厝内底有饲狗饲猫，这粒涂骹甲放落去只狗仔猫仔，都起笑我无爱面哦。有饲狗饲猫的吼，会当人狗啊。人猫啊，但我先讲哦，这粒要哪算哦，你唔通摕伫手安尼搓，安尼搓，安尼搓，半点钟就中风啊！好来，我先讲哦，啊若查某囡仔会受这啊，人水，但是体格无介水，这粒摕定个一工3改，一改半点钟，摕定个放伫遮。3个月就种起来，我无咧骗啦，F 罩杯啦，无 F 罩杯上无毛猪奶头来，听好，这粒好来，外口你卖真贵，要求我贵好来。感觉价值偌济，花偌济，1箍、2箍、3箍、5箍、30、50、300、500，在你人加花，我上悬我就卖，每价偌济500，加几箍？我600加好多，600，来600，有人搁加无1000啊啦，好来7000啊来，1000啊是7000啦，1000，发音较标准的来1000加几箍？1000亿啦，1000亿加偌济？1500来，我甲恁某大肚，我走路头家念伊4头路，1500加偌济来1500一声两句点1500，无人搁加，无人搁添，无人搁花，5万啊啦，你有看啦？边仔你是5万啦，已经徛安尼在死5亿。你丢不可是你丢，哇，你丢白啊你！我是要花，我唔是花5万。哦，你用讲的啦，我袂晓算命啦，偌济2000啦，2000啦啊！算3声听3句，1句2声，2句点。钱来包贵，爱钱不爱回，要钱不要货，要货晚上睡觉很难过。来2000后来，这样个小鬼来，谢谢。来介绍这个电话啦，后来不用续约，不用绑约，不用预缴，网络吃到饱，但是电话费忘记缴后来，这个电话来，出来电吼，家好用的对喂，这个会当卡进民府，你知无？即马通联你免搁来看报啊啦，今天啦，这卡里搁会当视讯呢，这招人出来。直接关录音视讯。关录音用这只就会使好来。外口店头你卖真贵，夭寿贵，贵甲吼真正足贵。今仔日伫遮卖讲几万哦，柑仔万、油仔万，恁咧花，袂当伤过万。感觉价值偌济，花偌济来，这支电话来，几价？150加偌济？250。小杂波，我叫你食到遮大块，250加偌济？300，3分钟1,000元，4分钟爆炸。500加偌济？500。1000我知啦吼，卖你1000倒伫涂骹起，才你整，1000加偌济？1000两声，1000点卖徛咧，敢若18当人讲话，开口偌济？1500。1500，来1500一声1500两句，钱来。包过1500就好啊！来，这人小贵买过过来哦，卖物件，听到？来啦，妈妈、小姐、太太哦，来。
妈妈小姐太太真辛苦啦吼，逐工拢伫厝内底拼东拼西吼。来，我甲你讲，这物件介厉害，这摕等于吼，安那洗就洗袂烂。而且吼来，恁兜吼来像这马铃薯对无？咱是要爱下皮，爱烤皮，唔免吼来，咱头本看卖啊面顶刷刷，有无？我要帮，我要帮。这个科技刷，啊，这个来帮看卖，啊，这个叫正皮吼来，来看好吼，这对一只衫来有无？安尼，甲卤卤的。哎呦，可以直接去皮哦，真的假？真的啦，人讲伤济了鬼啦，这是一句话做唔得就怪无，它可以直接去皮，全那个洗啊！咱没用烤的啦吼，因为小姐、妈妈、太太若无定定你做厝内的代志，无注意烤多沙来烤了就老灰啊。这直接会当可以去皮啦吼，来根茎类的东西都可以拿来用吼，来牛蒡也可以。太好太好。莫讲哦，今仔日。一地买啦吼来，有介意的来做恁人家花，感觉价值偌济花偌济，先花先赢，万花无输赢，1000啦吼来，这看着引导好呀啦。1500来，1500，2000。哎，我先讲，我无收金纸哦，这一块海绵我就花到2000块，这啦我惊我会趁到火烧厝。你去攀啊，这3地花到2500，你那无啦，咱总来啦，咱哦现场无偌济啦，差不多3地尔啦。我今仔甲你表2000啦，2000啦，很多都攀袂你。我甲你讲，我甲你对上啊，来3000，我给你讲。来，你拢我你买啦，拢我你买啦。攀啊，花到3000，3000那个。喂，你外口欠得济，喂，3000来，算3声，听3句来，一句2声，2句点点，我感觉是无人会搁比搁较悬的啦。来3600，钱来，爱钱尔吼。来3600，最后一样物件吼来。来啦，物件炸介济来吼来，但是这样物件吼你一定爱买。恁兜衫裤，机会吼拢送洗。啊，若无伫厝内底就，因为送洗等来衫裤拢会帮你吊起来嘛。咱来厝内底洗衫裤一定爱吊衫嘛，爱披衫嘛。这是咧开红酒的。无啦，唔是啦，这是你人布第一，唔是啦。来，咧吊衫裤来，我教咱大家安怎吊衫裤，这是一个魔术衣架。吊衫介简单吼来，一般的衫裤3根嘛，你前面拢入去了，搁另外一片，这个面哦。来，小帮手帮我拿着吼来，看详细看注意听，3房2厅，今仔日你困无觉客兄。看好哦，安尼甲拍开，安尼就好啊。安尼就会当拍开啊，安尼你吼，来就问咱现场所有阿兄阿姊吼来，咱收衫裤是要安尼拍？你若拄着落雨天吼，还未收完衫裤打咩啊？来，今天衫裤要哪收？介简单，我教你人家收，1秒收1件。哎呦！叫一个吊环，你只要来甲摸着，伊就拍开啊。了解啦吼，而且咱会当节省空间哦，因为咱即摆生活空间愈来愈小。有的所在吼，咱无阳台，然后拍衫，厝内底阁无烘干机对无？衫裤若拍个要安怎来？咱一站伫厝内底会当甲吊起来。哎呦，一盖吊一领有无？咱就会当钉塔，看要吊几领做几领，安尼甲放的。一领衫，咱会当甲吊起来，有关咯。一件把它吊起来，好来。外口店头你卖真贵，要求贵到无臭，没有小，好来，听好。百货公司专柜专门卖很贵，今仔日伫遮吼来，你若感觉价值偌济花偌济，一盖花一支，一盖一支哦，一支吼，来，开价听声偌济？350加偌济？1500加你收下爸爸，你爸爸交钱，350换你，我2000，我2人的2000，3000加偌济我来一句话，3000，你都要花2000嘛，2000，你都要花3000嘛，因两个加起来5000。5000块来，感谢这位，咱感谢这位批老高里长吼来，批里长，感谢你3年8个月过10天吼来，嘿，我拄头一届，啥来过10天我嘛唔知影吼来好，来全部拢来，钱来，包贵爱钱不爱货，感谢。来，都是我来，这里哦，够厉害的，规打拢安尼数，拢是你的啦，你哪遮厉害啦？一定爱咱做里长，对不对？咱个失民主啊，哦，你看我迄个跳球吼，哇，前几工阮孙仔你偌好买啊？一粒60块，好啊，你才买2000，有够可怜的。小等一下，你迄个电话啊，吼，迄电话安尼看是二手的嘛？啊，你买回去一定爱一直送修，安尼个开钱，你买1500，
哦，拜托诶，迄戆人唔使戆到袂白上哦。好啦，李长，迄真正伤含嘛！你迄海面啊、菜龟布，迄伫个五金行一地卖2.5呢。你买偌只3000你嘛买会落？我真伤含啦！我叫你干爹好无？李长啊，其实老实甲你讲啊，这3斤哦，我前几工哦才去买啊，一个才85块啊，你买5000块，哦，你实在是贪婪呢。一支85，而且我买5000。对啊，哇，天哪，干哪这是款的代志？这种物件买甲咧袂晓控制情形哦，这是爱甲人拼，爱甲人拼，爱甲人拼。我即个讲我家己啦嘿，这有2句俗语会使形容啦吼。第一句叫做夜得歌入城，第二句叫做无鬼夜当家。好来，起拍咯！徛过。就是讲这个里长啊、爱民主啊，拖来讲一直拼，出个装备。这个情形第一句叫做夜得歌入城，第二句叫做无鬼夜当家。当今第一句请举手，一个尔，剩一个尔。哎，我举嘿。阿阮无啊吼，来恁来徛做伙。来，来恁这边是选无鬼夜当家。来解说者。真简单嘛。对啦，你也得哥入城啊，门口安尼得道尔嘛，啊，迄个得哥真长嘛，你有个卡伫门外口嘛。卡门嘛，卡门啊，卡门，啊，你个行袂入去。也得过的也得到入面，咱袂入去。啊个讲，那人咱入去。啊，我要改，啊，就讲嘛，对啊。我要改，我改这边。伊听有啊。哎，拄好3男3女。哎呦，我是感觉你知影吼，伊是咧讲土贼嘛，对对啊。啊，你感觉鬼会使伊会浮起来就对啊。也浮起来，浮起来啦！拄则就亲像一个，迄是迄王星爷，这7天浮起来啦。迄就亲像安尼鬼安尼浮起来，哦，一直滑，安尼浮起来，啊，无人甲安尼抓着，安尼。无，是建议你听伊的意思。我药应该是无鬼，你搁要压当家出来，该压创什么土贼？老师拜托。家用啦。第一句吼，掠的哥入城，头有碰过讲过，你定爱掠摊环，安才行入去。对。所以你会直直行入去，啊，直直搁行出来，迄叫直来。直去，直往，直来直往，所以死亡啦！嘿，做代志吼，一条肠啊烫骹装安尼啦，啊，拢袂较袂变巧，迄叫直来直往。直来啊那水鬼压当家，迄家是以早犯人，对啊，爱地家安尼。所以变做吼，明明甲你无地带，无论是水鬼还是讲无鬼吼，明明甲你无地带，啊你去做一个足重的家压镜下头，毋过吼，这一切拢是啊家己。做得来，自作自受，所以上海一个20块，啊，伊开偌济？5000，啊，若有一个前面一个100倍，伊开3000啦。你看伊开的钱拢开足济，毋过你是要来选里长的，结果你表现这种行为，有人看感觉一个里长安那，足扑浪空的。安尼敢会影响到你的选举，你的考虑哦。一切拢是你家己做得来，自作自受。所以若安尼看起来，应该是倒一个。无鬼呀！我对啊。今仔日的这个结果看起来，会证明讲查某比查甫较巧。哎呦，厉害哦！无要紧，家己拍一个破来。这首是一首这个苏轼所写的美味。中的出一十串尔，看了使人感觉小可好惊吓，嘛毋是讲惊吓啦，有种无奈啦，吼。这叫袂响，系，麻烦你读一遍好无？哦，卖肉卖火，双手抽无澎湃诱惑，卖年卖月，千万换无青春冰头洗目尾，魔神啊上晓蹲火，马来转西，欢迎3分7匹交换半张面皮。另外半边慢慢等天长落价。哎呦！你其实是读册人呢。其实我有意见的啦。这应该是1000万啦，老师。伊是1000万，1000万已经袂足济啊。我刚直接照字念。1000万就是数字啊嘛，1000万嘛。1000万。老师伊拄啊，拢全部拢读对啊嘛。
这应该是上高，应该嘛毋是这个。唔是这个。啊，你这个盾，这是花语词盾，咱是用另外一个口里瓶内底一个盾吼，是上高盾会。哦，蹲回。伊3/7高换半面，哇，这听起来有淡薄安尼吼，较悲情酸啊，酸啊吼。算生活可能较无奈是，啊，只要去卖肉卖花安尼。安尼好，谢谢老师，我了解。哇来，迄个叫卖兄，嘿，麻烦你来讲。嘿，啊，切坑你行情，哈，哦，坑咧行情哦，我是讲，我听到坑咧零情咧，我咧。变化，唔知要去向零钱。用一讲较无共的开口，伊这是较算较内心的悲惨的。是，好，啊，你慢慢读完做节目的最后，好不好？卖肉卖花，双手抽无澎湃油花，卖年卖月，千万换无青春，翻头洗目尾，莫是那上熬炖火，买来当西。欢迎7/3交换半张面皮，另外半边慢慢等天长路价。是，感谢大家欣赏，后回再继续收看《为山为水为林路》。